距離市長初選愈來愈近，但市兩位民進黨參選人陳亭妃甲林俊憲都來參加電視公辦政見發表會，企圖說服選民的投票意願。同時嘛，參與由台南新藝等公民團體所舉辦的台南市長選舉的提問直播。其中在這些問題當中，南山公墓規劃案關心的比例超過預期，嘛，讓兩位參選人不約而同攏有了回應。大家說要把它做成博物館，可是博物館真的能夠把大家期待給先人的這些做一個好的保護跟規劃嗎？還是會影響到地方的一個產業發展？我覺得這都是我們需要跟大家好好坐下來溝通，因為從所有的公民團體跟剛剛的一些給問嘛的一些問題，其實所欠缺的就是溝通。因為亭妃27年，我認為沒有一件事情是不能解決的，重點是我們有沒有放下身段來聽所有公民的意見。南山公墓要整理啊，当然没那麼容易，它也必須要有社會共識啊，我們需要更多的社會對話，那也必須要有很多的社會，很多投入很多的經費。但南山呢，我在幾年前，大概在5年前，我就那時候賴清德在當行政院長，我去找他，我說我們先來做一個事情，讓它成為整理南山的開始。就是整治竹溪了，整治到現在，竹溪一期，各位去看看，現在變很乾淨、很漂亮。因為竹溪過了第2期，就進入南山公墓了。南山公墓重新規劃案，因為文字調查已經接近尾聲，民政局嘛提出新的進度，也是對上無爭議、上接近民眾設施甲主體區的市區開始規劃，預計有1780棟將公告通知遷葬，預計明年底完成遷葬作業，到時將開闢興建停車場甲廣場。台南新聞阮芷採訪報道。